到客人要求簡潔中分，但如果頭型同面型唔算理想，咁增高顱頂同控型就好重要啦。好似淨係想梳出微微高顱頂，有啲厚度就得，但控型嗰陣頭型會變方形，或者後腦唔夠飽滿，睇落簡單嘅梳得貼服，點解會咁難呢？因為集中所有頭髮，份量太多，捉唔住，控制唔到，又想噴定型噴霧 hold 住啲髮絲，因為未梳好就噴，越來越難梳，再大力翻梳，然後越梳越扁。今堂示範有系統，唔使反覆梳嘅，唔貼頭但飽滿嘅梳法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將控型同梳滑分開做。一梳好就加定型噴霧，撫平髮絲，髮片會黐住下方，頂部呢塊就唔會跌。過渡好，冇前後區之分，四邊都飽滿，似問號咁。